新台病院儿房外科医师罗竹君表示，一般可怜儿房自我检查会用的摸到肿瘤有限，通常摸到大多数拢是超过2公分，若无就是因为位置伤深、伤小，无容易被发现。只有靠影像的检查，才能正确找出位置。但肿瘤到底是良性或者是恶性，就必须要做进一步的化验，才决定是不是要开刀。乳房良性肿瘤到底是不是一定要开刀？目前的话，大概就是如果我们靠检查有发现乳房有肿瘤的话，我们可能在医生的判断下，我们可能会去区分比较偏良性还是比较偏恶性。那当然，恶性可能就是照乳癌的治疗去做处理。可是如果假设是比较偏良性的话，也不是代表说未来就一定100%一定是维持会是良性的状况。有时候有些肿瘤虽然现在是良性，未来可能会有些病变的可能性。所以在某一些肿瘤，如果我们在一开始评估觉得未来可能容易会有一些病变的可能性，大概都还是会建议要开刀。那开刀主要大概目前有传统跟微创的2种方式。传统大概就是大家可能平常听到的一样，伤口多大，肿瘤多大，大概伤口就多大。那微创的方式主要是因为很多女性患者可能都会担心那个开刀会有一些疤痕的一些问题困扰，所以不太敢去动刀这件事情。那微创其实提供妇女有多一个选择。虽然是要自费的一个手术，但是基本上伤口可能差不多跟传统可能会2-3公分，微创可能会0.5公分，会相对比较小。那原则上可以处理同样的一个东西，所以相对可能妇女对于一种就是开刀的手术方式，可能就会多一个选择啦。医师表示，完整的儿房摄影会表示0到6级，当肿瘤比例伫3到5级的时，就必须要做定期的追踪，或者是进一步接受组织的化验。就算切片的报告是良性，嘛袂用来放松，因为截取的组织无一定是全部，因此肿瘤嘛有可能会发生病变。现在有传统甲微创的手术提供选择，互唔敢开刀的患者避免后续延迟治疗。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